嗱，嚟緊咧有使徒行動嘅進階訓練啦。咁今次咧同大家分享咧主要3樣嘢。第一咧就係傳播理論嘅一啲少少嘅知識，點樣嚟到去幫助我哋應用喺我哋個人報道同人談到嘅歷程當中咧，有一個合適嘅切入點，同埋咧係點樣同佢同行，讓佢感受到你唔係得個講嘅。亦都咧有研究顯示咧，一個未信主有個歷程嘅。佢舉個例就係由負4點樣去到負3，點樣去到負2、負1，去到所謂決志嘅0嗰位啦嚇。咁呢個好有趣嘅一個學習。第二咧就係我哋十字架福音啊，我哋會比較熟悉去傳，但係耶穌話要我哋去傳天國嘅福音喎。咁其實呢個係整全嘅福音嘅內容。透過我哋傳講得清楚之外咧，其實我最近都多咗同一啲社區嘅街坊咧，同佢哋同行。我盼望咧，我哋都透過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，特別咧教會開始進入到社區嘅服侍裏邊咧，讓街坊係見到福音，讓街坊明白我哋所講嘅呢個整全嘅天國嘅福音究竟係啲咩內容。而最後咧，第三咧就係幫助佢決志。而決志之後點樣嚟到去快啲嘅初信栽培跟進，並且咧去進行門徒訓練嘅計劃，並且開始嘅，好嘛？讓呢一個嘅訓練咧繼續挑戰、鼓勵、激發大家咧係學咗一個有傳福音使命嘅門徒，希望見到你。